请我们海峡之星的总冠军，我们的陈国健。来，国健今天为咱带来歌曲呢，什么好听的歌曲，放袂恁就知。邀请我们的陈国健，谢谢。 异乡夜家，孤独徘徊阮一个，因为爱的人，伊的心已经飞，把阮最爱的心对你深的看落地，烘衫了予阮的璀璨美丽，你是风。 是个飞，阮是云也来飘飞，曾经看过光阴，怕伊能作陪。你讲云若飞去倒个，风会
好，谢谢啊，我们阿健这一首是阿健的主打歌是吧？啊，是的。啊，叫做《红魂破鬼》啊，破鬼，破鬼，破鬼，我都讲啥？哦，红魂破鬼。风云半月。风云哈，我今晚我现在回来福建之后，我的闽南语较进步啊咧。我看到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拢是迄个一半国语，一半闽南语安尼。但是我今晚来讲有较进步啊嘿，我会当当中拢讲闽南语，70%我会当当中讲闽南语。风魂破鬼。风云半月。有人甲你讲你足好唱歌的无？真够唱。没啦。拢毋捌人甲你讲过，恁老师嘛捌甲你讲过。文老师简美确有说过。是真够唱安尼嘿。我迄个乌有一个单总的吼，嘛真够唱歌。大家伊来唱歌，我嘛讲哎哟，真够唱。恁乌人那种出世来唱歌的吼，李胜科任啊。胜科任没错。好像拢是出世来唱歌的吼。哎哟，高手真多呢。是毋是讲迄讨海人较晚海边吼，较会唱歌，会无？会吗？应该是吧吼。哦，一点我都无谦虚，嘿啊，我我比较实在。啊，你个人跟我讲的讲法，我个人讲的嘛较实在。对啊。有影，不是就不是。有影，咱国人啊，我是来真高兴安尼啦吼。比如说我也很会唱吼。哦，哎呦，真高兴。我老师哦，简美确经常唱歌。哎呦，我较高兴。是，好歹势，咱两个拢讲实在话啦吼。那你觉得我唱得怎么样？哎呀，非常之好啊！我老师他也经常这样说。真的吗？恁老师叫做慧眼识英雄，恁老师敢讲好嘿？恁老师叫做简美确啊，你认识他吗？有骗人跟我讲写，跟我很熟，很熟。几十年了哈。几十年的28年了。28年的朋友。来，感谢咱阿姐。阿姐新歌叫做《风云半月，风魂破鬼》。希望咱第一期所有好朋友吼，第一期接所有好朋友，好好支持咱全国人的风魂破鬼，才好甲咱支持者，好不好？还有我还有很多首。还有很多首片，继续安排哈，看霹雳，谢谢，感谢我的国姐，谢谢。